最近成個香港網絡界、娛樂圈，甚至連財經版都俾同一單新聞洗晒版。霍英東家族第三代，現年43歲嘅霍啟山，被爆出將會喺今年11月於海南迎娶憑《封神》第一部蘇妲己一角爆紅嘅29歲俄蒙混血女星娜妍。消息一出，社交媒體實時炸晒鍋，唔少人仲講到似層層，話連婚禮喜帖都已經全部派晒出去。不過呢單轟動全城嘅豪門喜事背後，其實藏住一個完整嘅羅生門真相。今日就同大家由頭到尾拆解成件事嘅來龍去脈。講到霍啟山，首先要由佢嘅家世講起。霍啟山出生於1983年5月23日，係霍震霆同1977年港姐冠軍朱玲玲所生嘅二仔。霍家係香港頂級豪門，霍英東家族嘅名號喺香港無人不識。霍啟山作為家族第三代核心成員，自細已經備受外界關注。霍啟山三兄弟之中，大佬霍啟剛早已成家立室，2012年迎娶跳水皇后郭晶晶，兩個人嘅婚姻一直係圈內公認嘅模範夫妻，家庭生活美滿，育有3個仔女。細佬霍啟仁舊年亦都完成人生大事，迎娶泰國華裔妻子 Namfon。講到排第二嘅霍啟山，多年來感情狀況成謎，成為霍家目前最受關注嘅單身核心成員。霍啟山嘅個人履歷其實相當亮眼，佢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，取得商業管理學士學位。2009年開始協助父親霍震霆處理家族生意，並擔任霍英東集團副總裁。除此之外，佢嘅公職銜頭多不勝數：香港總商會中國委員會主席、香港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、廣州市總商會副會長、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首席會長。近年佢更積極推動香港體育發展。2023年6月起出任中國香港足球總會主席，同時兼任國際足協 FIFA 足球電競委員會主席。2023年2月更當選為亞足聯執行委員會委員東區。一個有家底、有學歷、有事業、有樣貌嘅鑽石王老五，點解會成為全城焦點？答案好簡單，佢嘅感情線一直係全網最關注嘅焦點。要講霍啟山嘅感情生活，最出名嘅一定係同國際章章子怡嘅一段情。時間要回到2004年，當年21歲嘅霍啟山喺一場香港晚宴上邂逅25歲嘅章子怡。嗰陣嘅章子怡已經係華語影壇炙手可熱嘅一線女星，兩個人隨即撻着，被港媒拍到街頭拖手擁抱，成為當年全香港最受關注嘅豪門與明星組合之一。不過呢段戀情最終都係無疾而終。坊間流傳最主要嘅原因係霍家對呢段關係提出咗條件，如果章子怡要嫁入霍家，就要減少拍戲，甚至退出娛樂圈。當時正值事業巔峰嘅章子怡，最終選擇咗繼續發展演藝事業。兩個人拍拖2年後遺憾分手。自此之後，霍啟山嘅感情狀況一直成謎，外界對佢嘅擇偶標準亦格外好奇。多年來，關於佢嘅緋聞間中傳出，但一直未有明確嘅另一半曝光。直至近2年，一個名字開始同霍啟山扯上關係，娜妍。娜妍1997年4月1日出生於俄羅斯布里亞特共和國，父親係蒙古人，母親係俄羅斯人，係一位五官立體精緻嘅俄蒙混血兒。佢身高173厘米，高中畢業後先後喺新加坡、香港、日本及台灣等地發展模特兒事業。2016年10月，娜妍因出演周杰倫經典金曲《告白氣球》MV 而嶄露頭角。2017年，佢參加神話史詩電影《封神3部曲》嘅角色海選，並成功入選。2023年《封神》第一部《朝歌風雲》上映，娜妍憑借蘇妲己一角爆紅。佢所塑造嘅妲己有別於過往紅顏禍水嘅刻板印象，多咗幾分狐狸嘅獸性，造型詭秘，舞姿曼妙，獲得極高關注度。霍啟山同娜妍呢段關係其實唔係突然爆出嚟嘅，據網傳，兩個人已經低調交往大約3年。戀情之所以逐漸浮面，
關鍵轉折點係2025年11月，霍啟山細佬霍啟仁喺雲南玉龍雪山腳下舉辦婚禮。嗰場婚禮上，那言以霍啟山女伴嘅身份出席，而且唔係普通嘅坐埋一邊，而係直接坐正主家台。主家台係霍家核心家屬先有資格坐嘅位置，普通朋友連甥位嘅資格都冇。更加矚目嘅係，霍啟山全程拖住那言嘅手向長輩敬酒，呢個動作基本上已經等同半公開咁向家族成員介紹另一半。除此之外，兩個人多次被網民野生捕獲。2026年2月，有網友喺意大利美術館偶遇兩個人同遊。4月，那言喺社交賬號曬出男友視覺嘅旅行照片，甚至有線民喺香港中環書店遇到那言，大讚佢超級溫柔。種種細節都指向那言早已融入霍家嘅生活圈層。霍家上下對呢段關係嘅態度亦相當微妙。以往霍家遇到呢類緋聞，通常好快就會出嚟澄清劃清界線，但今次由傳出霍啟山同那言拍拖，到後來被影到同遊歐洲，霍家從來冇公開否認過。呢種反常嘅沉默本身就令外界充滿想象空間。2026年6月17日，內地網絡瘋傳一則貼文，標題係霍啟山被爆將與那言結婚。爆料者言之鑿鑿咁話，霍啟山即將喺今年11月迎娶那言，兩個人計劃喺海南舉辦婚禮，連正式嘅請柬都已經全部發出。話題隨即衝上微博熱搜第一。消息一出，網友瞬間沸騰。霍家三兄弟入面，大佬霍啟剛同細佬霍啟仁都已經成家立室，唯獨係霍啟山多年嚟感情狀況成謎。今次突然傳出婚訊，而且新娘仲要係封神嘅蘇妲己，呢個組合嘅戲劇性同話題性簡直爆燈。不過呢單豪門喜事嘅真相遠比表面複雜得多。我哋逐個當事人嘅回應睇下。作為霍家大嫂，郭晶晶早前出席活動時直接公開辟謠，表示屋企近期冇任何婚嫁籌備消息，直接打破咗網傳婚期嘅傳聞。2026年7月1日，霍震霆接受香港商報採訪時被問到兒子霍啟山同那言嘅戀情，記者問：最近你哋家有喜事，就係啟山嗰邊，你對佢嘅女朋友滿唔滿意？霍震霆笑住話：呢件喜事等佢自己答，最好直接同佢交流。呢個回應有幾個重點值得留意。第一，霍震霆全程冇否認過喜事呢個說法。第二，佢冇提到那言之前嘅任何爭議。第三，佢將所有回應嘅壓力交翻俾霍啟山自己。對比當年霍家對章子怡嘅態度，今次霍震霆嘅反應可以話係截然不同。有分析認為，呢種態度反映霍家嘅擇偶標準已經有所轉變，比起門第出身，更睇重文化融合力與公眾影響力。那言工作室僅表示藝人專注演藝工作，私人生活不予回應，從未承認戀情同婚訊。由傳出婚訊到而家，霍啟山本人從未正面回應過任何相關問題。霍英東集團方面亦係半點否認嘅動靜都冇。綜合以上種種，我哋可以歸納出幾個關鍵點。第一，戀情可信度高。由霍啟仁婚禮上那言坐主家台向長輩敬酒，到兩個人多次被拍到同框出遊，再到霍家上下從未否認，種種跡象都顯示霍啟山同那言嘅戀情確實存在，而且關係相當穩定。第二，婚期未有實錘。關於11月海南大婚嘅說法，目前為止冇任何官方確認。郭晶晶已公開辟謠，霍震霆只係叫大家問霍啟山自己。那言工作室不予回應，霍啟山本人保持沉默。成個爆料嘅唯一來源就係網絡上嘅匿名貼文。第三，霍家一貫作風。回顧霍家以往嘅做法，霍啟剛2012年大婚，霍啟仁2025年完婚，全部都有官方提前公布，絕對唔會由匿名網友提前洩露細節。今次嘅爆料全程冇任何有效實錘憑證。第四，自媒體炒作成分高。呢單新聞之所以炒得咁熱，
好大程度上係因為豪門加女星嘅組合本身就具備極高嘅傳播力，加上霍啟珊嘅感情狀況一直係外界關注焦點，任何風吹草動都好容易成為頭條。霍啟珊同那言呢段關係，兩個人感情穩定應該係真嘅，由霍啟仁婚禮上嘅親密互動，到被拍到同遊歐洲，再到霍家上下嘅默許態度，都指向呢段戀情確實存在而且發展良好。但係關於11月海南大婚呢個具體說法，至今仍然冇任何官方實錘。霍家向來低調嚴謹，真係有喜事一定會正式官宣，大家唔使被自媒體爆料大節奏，安靜等當事人官宣。霍啟珊由當年被視為花花公子，到今日43歲，終於傳出穩定戀情，呢條感情路行咗足足20年。由章子怡到那言，由當年家族反對到今日父親笑住叫佢自己答，時代變咗，人亦都變咗。至於呢段豪門戀情最終會唔會開花結果，相信時間會俾到大家答案。今期嘅內容就到呢度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